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知影今仔日是今年上尾一天啊，为明仔载开始又搁再迎接新的一年。真侪人会约束明年再相会，也就是明仔载3件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再会在，读自爱在第3条，在就是2摆，或者是搁一届的意思，像讲搁再安怎？啊，若是册搁再出版，咱讲是再版。一届搁一届，就是再三。过去一块出名的台语歌，歌名就是再三5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搁再，一般后壁拢会接话读做搁再安怎，意思就是搁一届定安怎。第2个词就是头前讲到的再三，意思就是一届搁一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老师再三提醒学生囡仔，这届考试最重要，千万爱准时。普通时惯势低调的学生，若是搁再结外挂，这届测验就一定袂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在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